아마 저거이나 ene dirone da sono di da sono nata con certa sorta su così che non che ma tu da salvo io lo dai non che non lo e da sa che non che non tu si dica ene shani ga con certa ne da sono su che di non di che lo ma tu di anche che la maggior parte tu da io che in me ma tu non con il coso我在呢，俺这样子的，我就是不接，那个过去不透露，但是那个呢，俺这个好像他是非要不接，这人嘛非要不做呢，人家呢咱们生活不做，还是非那是有的，三天拉到路上，三天生活不做，他三个大是有的，那这样一些他这个吧，罗球就要会记，咱们家不要给在那说的大山了，我觉得是，现在英语，让我这边的上班说他不要嘛，他妈差不要，就是那还是稍微离个的，那就可能这个大家的忙不要，马上就办。我呢，知道啊，这些地方说到农村这个，大家比如这样的，就说你去到这里去到的，这些地方的什么都，什么节呢？这里希望的一路能接的，其他什么年给不了嘛的，基本上的，老百姓呢，这些多，这路啊，咱们说，这上这个还是说地域嘛呢，茶庄的，那说啥子都说啥子的，这俺家有茶庄这地方就是说的，这咱们叫这边这里他都买都这样嘛的，这毛路上那都是这个，做个地方可能也原来现在都是毛路上，咱这个门内搞不接受，这样呢，然后呢，这考前的这个方面就让这个这个几个土木的慢着我今天做这个毛路上是。学的做个差别不一样的，要不能路上是，这个学个嘛是开启的，这个的，也算多的开启的去，这都蛮是快的。有的人呢，在要马路去，有的这路感觉嘛都小点去，但是说呢，别开车就是这，这两个就是另外这个白菜干用的，白菜，别的我容易。为啥买啥地产这看东西看多啊？这年纪每年开始就多的，他们给走现在主要的，他们说年纪啊，这个年就是我当看了不知道不给人，还是家里成就是这个地方都是那这几个马路啊，这样子就那然后好像就是那些主席是说主席是现在叫我们各个的话都有了那个方还是有时候这些给他讲马路啊，这年纪每年马路抗天的呀，我们说的不是他们做的年纪每年开始就是做的，推广这个这个地上那些干的搞了1年才来马上去做起来的。这叫这个开球就我们一个比赛的光顾的开球就没有嘛的，他这个这一句多的离开的比赛这个，但是这个季节中呢，这他是在大体开多，这一句他们的开始的要不是刚才那开始的下，打通首先这地方开的这一句。做这样子呗，有个人这个土地空白的，要白钱，然后去上来那些做的，地方可能有些地方路上做的这个我地方过的，土地空白的要白钱，他们这个开始，吃了16个头了，空白钱就是马路上吃了16个，吃了16就是说你那个这个马路一带啊，吃了16马上。这个吃了这个的话，真的是他们领导的，出去了叫你啊，就那这个感觉真的已经有些个，俺那是很浪费的，吃了16个头，他妈的，我不记得，那些什么大卫记就是大卫那些那个家人们30多万，那每一天不得了，因为吃了16个头，那他们没浪费。
过去要不记的，那这说法了你要不记，那说法了你要不记，那看见个了，我在那那边我就看见个，到这里来就弄那要么是这个的，然后看见了说的就是，在那边就你这边也是是，有的话等于他们这然后就。我不是哥哥的，但是就嘛头，还么的他都是哥哥的，但是好像都是很哥哥的，没是就在当时哥哥的，但是就在当时叫了，然后这个我们修教的嘛，修教不用嘛，但是就他们也在地方路上嘛是，那学员去，都是去，那么就他们说，那不是晓得这个他们去，我就是好了，他们是去。我们有些是一点也懂不，懂不？你去弄楼的，有那个，这知道，不知道。那些懂不？就兄弟跟兄弟跟那上班的家就是马嘎，阿达那么就是我们那个去加油。现在呢，在我们天气了。过家务我几次嘛的，我们那就把几次，可能就把这我们那稍微记录了，今年我们那就是天气在，说话人家就你这个稍微记录了，就比这我们那就把比较。天王，
Yama